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Pat。咁我上2個禮拜呢就去沖繩玩咗4日3夜。咁雖然係我第一次去啦，但我發覺原來沖繩都好多嘢玩㗎。而今次重點，我就要介紹下我哋住過嘅呢間財式小屋。而呢間財式小屋呢，就係沖繩嘅宜野灣市嘅。根據屋主嘅描述，屋裏邊最多可以住到8個人，而實體床呢就有5張嘅。除咗基本嘅客飯廳之外呢，我覺得佢最有特色嘅就係呢個室內嘅露台。如果得閒嘅話呢，喺嗰度嘆下咖啡都幾唔錯㗎。咁至於預約方法呢，大家只需要上返呢個網址就 OK 㗎啦。